各位姊妹，你哋好，你哋屋企有冇一個老公中意周圍掉垃圾，除咗個垃圾桶？我以前咧見到廁所旁邊個垃圾桶咧，周圍都係垃圾，周圍都係紙巾，非常之嬲。後尾我就諗咗個方法，然之後我就同我老公講：喂，老公，你快啲叫你啲 Happy Hour 友入翻入邊去飲嘢啦，唔係危險啊！話完之後，我就離開嗰度10分鐘。10分鐘翻轉頭之後，我見到個垃圾桶非常之乾淨，周圍冇垃圾，全部垃圾喺晒個垃圾桶入邊。真係犀利呢招，唔使嬲，唔使逼，唔使黑面，又幽默，正能量滿滿，效果又非常之好。姊妹們，你快啲試下呢招啦！關注我同埋 follow 我，我係 Monica， 我會教你多啲嘅點樣幽默又有效嘅溝通方式同你老公下次見。